那係講兄弟姊妹理念啊，啲人幫你嚟行，啲人幫你嚟開銷，啲人會嚟做啊去，我係要嘅好消息，講隆重兄弟姊妹啲，因為到呢經書馬太福音7條8節咁樣講到呢，耶穌講每一人討佢得到，每一人簽佢也得到，每一人叩門佢係門打開本嘢。耶穌講每一人簽耶穌，每一人夾耶穌討，每一人夾叩上帝嘅心門，上帝充滿咗嘢，佢嘅恩典，佢嘅聰明智慧，佢本嘢嚟講自家後嚟行，呢個頭路咁行，呢工作咁做，自家唔幫你嚟開銷，佢咪本自家聰明智慧，強大自家，因為你討。佢本嘢，你簽佢本嘢得到，你叩嘅門佢本嘢得到，平安嘅門佢打開本嘢，福氣嘅門佢打開本嘢，恩典嘅門佢打開本嘢，隆重一切好嘅門佢打開本嘢，因為你簽你討佢祝福本切家，那所以是個單講求上帝佢能夠祝福本切家，阿們。